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生年，他用这一生以内世界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里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里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谢谢是咪啦？哎呦，永元哥，啊你不过无见面，你客气带电路来做嘛咯？哎，出来，走。好好，多谢多谢。来啦，吃茶啦。呀吼，还能用眼熟送的茶米哦。安尼哦，多谢。永元哥啊，俺根本也用好点点的，要带电路来咯。啊，恁忙个事情啊？妹妹啊，佮上摆我同伊讲过桂凤同阿喜嘅事情，佮唔知。永元哥，迄个件事情的话，我就同讲过的啊。桂凤的事情哦，我无办法同伊做主啦。生人嘅粉丝哦，本来就迄样来做主的啊。妹妹啊，唔免来讲的，你实在吼怪想嘅妹。哎哟，搭上人吼有搭上人广告生意的方法啦。啊，外人的贵房吼，做迄吼，较有一家主见听听啦。妹妹啊，佮呢件事情哦，我同小飞哦，参上过久啦。唔知做得请你同桂凤问下佢嘅意思冇？敢有按揭？很用费劲嘞，我哦早就同新喜看细妹啊。不过吼，新喜为啥就无中意，请来同桂凤共下啦。永元哥，无安尼啦，因为爷仔伫桂凤的个性哦较独立，安尼无才着半点的时间吼，啊，再慢慢同桂凤来了解下，吼，好嘛？佛顺哥，还迄哦怪分钟啦。
结鬼房同新喜哦，年年都安娘乡下，无结婚哦，一定会本人讲闲话啦。我也哈哦，感觉快呀啦，像新喜中意哦，我就无意见哦。好嘞啦，竟然讲伊竟然讲实际哦，来看哦，卖因感同兼模样，假扮做实际。演哦生气哦，当然我搬来归来，最因为用眼刷亲呢。桂芳啊，其实你根本也唔会闹生气啦吼。我唔会闹气啊，免无表示我介意啊。就算我介意，免无伊听我加分气啊。哎呦，难分唔嫁本来就是一件总正常的事情啊。加几分钱嘞？干对对幸福。哎呦，样样变啦！讲讲夜拜啊吼，也有面说同阿姨啊，哎有生意过来拜托了。我唔讲啦，有件事情哦，我千万冇答应。阿妙，钱财利益啦，假是见迄家，咱咧毕竟，甲鬼嘛无幸福。讲伊鬼魂的事情咯，你就明明提到董事长了，但这鬼魂你还经过调解要系鬼魂的同意啊，唔通生气哦，还用计量啥？迄无强样的呀。我来讲，你每条生也调解用欠的。迄年这个我提起的呢。迄个还无得得片啊，我迄件嘛啦。桂芳啊，我也是同伊讲，伊唔是等你啦，等佢死啦。真是唔想伊咪得片哦，我天天都要付佢年后1、3年，幸福要自家去签的啦。你讲伊咪得片哦，表态自家幸福，我唔会原谅佢啦。几来啊？啊。你还乜个意思啊？啊？当初娘妈妈同我讲的事情还唔相信呢，没想到你这把口什么人呐？你去到干嘛？你讲话啊！你天来把出去带到天台做了啊？你还讲唔可以做，你唔可以做，你都还可以用我颜面子给我呢？爸，唔讲那么吵，现在不吵。他的东西全部同他拿出，听我是开工，我待会打电话喊你，喊你送作业过来。哪样？爸，还放不出来。妈看你放不出来。我已经试过了，我真的放不出来。你还乜个意思？乜搞都放不出来？你用不起的人呢哈？他哪有当初他用不起搞不出希望，他用不起前面搞不出来。你还一激发都放不出来，都算你今天都得了强强力力啊！你好啊，你到这个艺术搞到安无呀咩？他搞得碰得都唔知啊，你这搞都乜个命呀？我同你讲啊，只要有一年的查，俺就专门骗人啦，也系做自查师傅的工作唔掂啲。啱講啊！唔可以講啦，唔可以談啦。只要我想法啦，你做自查邊度物嘅？邊度歸還？邊度用不起？也邊度唔知假？壓力是你真好，哼！都帶啲嘢嚟做啥？给远
火生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王小姐，昨天呐。怎么样？推广活动还顺利吧？哦，很累哦。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呢，不过成绩还不错啦，找了一些订单回来，还跟很多地方的产物中心签了合约。可是德明他不是不做想了吗？他不做，我来做了。永福星怎么可以因为这种小事而关门大吉，对不对？火正叔，你不要这么生气啦。我想德平他只是心情不好而已。唉，这心情不好是借口啦。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，我什么事情没见过啊？我什么时候会敢因为心情不好而推脱不工作？男人如果活成这样，还叫男人吗？不过是跑掉一个女人而已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说贵芬啦，就算你玉家阿姨离开我，我还是会照样继续工作的。否孙啊，你做会跟我个呀哈？小友啊，呀，小爱啊，小爱离开啦吼！我要做面用水，你出来用死不低调啦，呀呀，有影人都对我不当不起来发啦！不当不起发了，跟唐官用唐一般的呢，你乃是跟黄小姐讲对平的事情的嘛，你呢？你呢？你好是讲来伊穿得片的啦，准啦，根本就唔关心这摆来的。安尼还无关系嘛你急到唔中央甲杀嘞，你话？你真正有关系吗？用你亲近啦。你爱咯，爱通做些呢？讲咩好谈做些，伊都去冲散过，还做些做些。爱你要做些，硬当去创散过。总该听你爸讲吧。我孙叔说他带来一些订单回来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出去。为他写的吗？他早就知道会变成这样，难怪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想不想知道委托你做产客户是谁？我让你自己一个人静静。你知道哪里找得到我吗？喜欢一个人，心总是会飘到他身上，因为用情深。喜欢一个人，他的一举一动都牵绊着心血，因为爱的深。喜欢一个人时，陷得深，只有坚强，才能让自己爬上高处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月亮。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的工作做完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工作？什么工作？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出现在这里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大家都是朋友吧。你要幸福哦。吼，他怎么那么多嘴啊？不要怪他们多嘴啦，
要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希望你跟欣喜在一起，也不会整天挂在嘴边念啊。我真的懒得理他们了。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？等郭德平通知我来拿伞的时候啊。德平哥开始做伞了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帮我试写欣喜的电脑，很好用呢。那我先走喽，拜。你还没有告诉我德平哥是不是要做伞？贵宝，你要去哪呀？哎，贵宝，糖来讲啦，来糖来讲啦。哎呀，哪位糖啊？邱欣喜，那同当做好朋友，结果摕摕人家爸妈来讲亲，那真气恼唔啦？贵宝，看你用蛮重，还无食无卡死了，还都对唔起爱爸爱妹咧，既然都希望爱做到结婚。总唔得抓到小球，还都唔答应记得嘛？唔见分讲阿妈事啊？问题诶，还是终于讲你，其他什么我全部没啊。邱欣喜，你不知兴哦，你这懂电影味呢？贵妇，咁讲，系当然情感度，系真件係容易呢件啊。还是七个，这无伊哪有同地平比？其实人免用多久的，对无？但做我该唔上去做记者，唔觉到，但真正唔会做迄无？甲迄是为，咱顶下一家做记者，你听并无地平。刚才有后苦，你做两件事情，你不应该讲完比等你做得很差。我合你咯，你改开呀！不过，咱唔想唔配咯，为到我事情都喺成，但係你啊，我用我一家事業。你按同我天性，我觉得你不重视我，你不支持我，还要答应来帮我妹同样没讲两件事情。冇想到你今日唔答應。我想。迄个一家小跳动啊，安尼个真係安樂，真難怪啊！伊要嫌啊！是迄，我咪雇佣嘛安尼啦。貴婦，我喺講嘅，都抓到先。唔過，不過你做埋幾天啊？你哋係你好朋友啊？冇啊，我公司呢種哦，我真係唔點用嘅，解釋係老本哦。唔記就好啦。梗係成你借喎。下边唱太唔用嘅。夜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
福顺啊，你要抹每下得平，朋友也是翻抹的哟。哦，其实无限啊，摊地个才水碗板条皮做伙啊。其实抹还嘛个？做啥啊？做杂的，去相同的。啊，桂芳啊，去汤下爸的啊。当然唔免啊。哦，竟然做王小姐了。哎呦，唔免哩，佢今日早过年而离开呢。恁当奇怪呢？佢无做杂的，你咧说；佢也做杂的，你咧紧张。你都大样样的。哦，无啦，啊就了2日嘞吼，本地平学到。乜个特平天天，还有唔呐？爱有样的。我今日你讲拄到用眼膏，佮其他伊出门来讲吼。福顺啊，吃饭时讲来做乜个啦？吃饭呐。能了条生意啦，做嘛个事情就想要去甲结听。不管做嘛个事情哦，妈就希望下摆莫后悔。翻到的啦，今日也无通过哦，连狗都甩唔落啊！你看你不要害怕，我想要看落来哦。平喜，你不知兴哦，你这种电影逼呢？桂芳，感觉係當日前講到，係之前係容易啲熱聽啊。其實我妹妹啊腦記啊，我一車哦，以後當做好朋友。出去啊嘞？哦，叫伊我来送飞请过来啊。哦，你坐下，来去请杯来去啊。哦。用到哪里嘞？桂芳啊，来青岛嘞，唔知吼，唔用耶稣变到哪里去的？你坐下哦。我再一起。请到嘞，请到嘞。桂芳，都这样啊，抢不抢？阿姨，刚我先归了。桂芳啊，最近无去公司哦。我最近咧准备考试，有关无限啦。哦，唔过是哦，心意有同我讲啦，迄讲吼，无有迄个意思哦，我叫哦，免唔要勉强啦。唔过心意哦，佢无像唔讲安样哦，迄真无用的说来。我从来也冇讲过佢冇用啊。金用飞讲，伊即卡迄边唔让披萨。我咩冇讲过要种花啊，我又没讲诶，我样我唔是佢种好啊。桂芳，台上讲伊去发婷婷的，新年又该喏。
你今暝我来啊？哦，我都要写进公所啊，财务考的系统程序啊。错啊，你阿妈同我讲，今日来做乜啊？来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你要结婚嘞？你这第个哦？新娘，迄那边人啊，迄一年的也太六的，也太贵。你要按你讲的啊？我爱就讲爱来同恭喜的啊，你谈唔说？该俺妈注意啊！干呢？俺妹唔对我讲乜个啊？唔讲俺妈，尤其是当时我남孙了。好，而且买一只什么贵来用生意，唔好讲我对付人家哦。俺奶就啊，俺奶爱年人啊，俺妹有想过呢。该啊，头几啊，慢慢培养感情啊，俺妹做得啦，唔同俺想过买人啊。没错，按你谈起来，一种感情好好长久啊。刚来啲阿妹哦，祝福以后过幸福快乐日嘞。贵宝，你都莫那个事情了啦。喂，闺房我結婚，係同新喜嘛？好，係看時間安排樣誒。咪過，我過去啊。俊安，上先同胞嘅事情處理好張姐。好，我知啦，媽，唔要補充哦。貴房要結婚啊？貴后啊，那你要去參加他的婚禮嗎？我想，還是按照我們原定計劃回美國去會比較好。既然這個同胞的事情處理好啊，不是林秀，順偉已經幫我約好奶家，我現在就要過去找順偉。你總唔得出去，因為我隨時會帶朋友回來看房子。第嗎？阿娘你咧，你還做得夠幾句話？夜遠方的故鄉又響起，講愛從來未來。这边啊，安娜还没做啥？哎呀，爸，今天有事啊？我是想讲，等闺房啊，做几杂的。你我很難做喏，你那副卡裝逼呢？你渣哦，應該舊本來做唔能錯。你係屬於大細，當然來做呀。啊，怎麼講？閨房咩嘢落買咩？跟唔做咪唔做啦。係唔做都做，你發工喺度嘛。好啦，那電話就開始做啦。
对不对？爸，还有嘛事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桂凤既然做加盟生意的，按你没应该。爸，我同讲呀，做嘛嘞？但是你爸爸没一个无感情的人啊，我可能同桂凤呢无法强啊，我心都要动艰苦呢。看到人家呢要较吐心口，我要动心先啊。多假事，徛假去啦。事情多的发生的，了解，欢喜呀，艰苦呀，不用到心都放住火了。但是该做的事情还要做，安尼对吗？牛钱都白见安尼牛，可能国家无怎命。你怎么会来？我看到彭俊安离开，我才敢进来。俊安昨天晚上只是情绪，你来看我不会有事的。是吗？我听说他连老板娘的电话都不让你接。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啦。你不要骗我了。这段日子以来，他做了很多事情，我们都在看在眼里，不需要你帮他说话。反正昨天晚上刚刚通完电话之后，我就一整个晚上睡不好。如果不来看你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安心下美浓。你要去美浓？去拿伞啊！还有桂芳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没那么快，客家人结婚礼数很多的，起码还有1个月。那无所谓啦。你会回去吗？听说俊安跟美芳那边谈得差不多了。难道你没有发现为什么这么多人到最后都没有买你们的房子吗？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我想我对刘顺伟还有点影响力。再说，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，我们大家都被彭俊安吓到了。真没想到，他竟然是个表里不一的人。你们不要误会俊安，问题不在他，在我。所以我才一直鼓励你要跟他离婚啊。其实我这次下美浓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平终于把那把伞做出来了。难道你还要让自己后悔一次吗？只要德平愿意继续做伞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君倩，以后德平就拜托你了，你只要偶尔让我知道他的状况就好了。我不要。君倩，我不要帮别人做这种事情。再说，我已经当你是我的朋友了。我实在受不了看着2个人活生生的被拆散。我不要这样的结局。新义同桂芳还没适合结婚，像个美丽退出前，我爱点面试，我和男方的交代。各位，怎么结婚那麻烦啊？唔对啊，要婚姻这种事情哦，做办咧主先对，无一定主先无讲伊心意啊。哎，你无乱讲啦，生意安乖了吼，主先哪有可能无介意喏？我感觉安尼要怪好啊，莫因讲我去我家饭去啊。桂芳啊，桂芳。德平，桂芳小姐讲，根本有人拿自在哦。好，德平，阿姨，
还有冇事啊？无事啦，就像同讲，毋过做自在的，难怪欢喜。阿姨，今日你无闲了，喺闺房我結婚用嘅仔，係聽做邊行？人家的退祖先，用眼过，闺房要結婚的，闺房連佢自家落寞的婚禮，佢都冇辦法歸來參加。像佢退祖先做的保庇，叫佢婚姻做得圓圓滿滿。米妹啊，米妹，係咪呢天巴士充滿緊問題啊？用眼哥唔是笑啦，我根本早陣啊，等人巴士變到神作當個。我相信啊，我祖先同用眼哥一天同歡喜，閨房做的加份欣喜。係啊，用眼咯。冇啦，原本嘅咯。現在有事情要請參詳啦。你人放心啦，我電腦兩家結情感呢，有乜事情哦，好參詳，好參詳啦。我呀，係想去同家錢。啊？你沙太嘅啦，讀用眼過呢？啊？係咪呢天的巴士無好啊？沒啦。哎呦，你係嘛是真緊張啊，實在。佢講今日條件用去請你加錢呢。加錢哦？奶奶因為冇輸入，做乜加錢哦？其實講話唔嘅慢慢龐俊來咯。乜解啊？貴種龐俊來咯，唔係貴份同奶奶見面啊。台灣人想想啊中秋同個民宿嘅錢哦，萬門龐俊來，按做得同貴份離婚啊。哎呦，你條件用一路電動嘅係啊，就算今日做龐俊來還要冇跟葉係離婚啊。總得。你媽，還冇個時間還是條件用啊？你還冇主動提，這陣做強得了啊？我其實講。哎呦，冇乜個問題啊，錢好吧，唔免用嚟方式啦。係愛強的啦，佢歡喜無歡喜哦，我清清楚。雖然佢一直同我講，盡量對佢改好，我知呀，佢哋喺天頭嘅是苦。其實，就算我能同前萬分盡量那某一天願意離婚啦。就算人哦，小愛也好啦，不過我就一團想，我樣誒，張嘴都不按摩嘅規律。假使你能的吧，你能不能用會做？從來當過安尼做啊吼，這種人哦，怪識幾樣嘅呢。不過，你係會想得出唯一的方法咧。你做緊乜？條件用打算嚟做做嘅嚇。順哥，多謝哦。
庆你终于又恢复你应有的水准。我觉得你应该把这把伞亲自送给委托人才对啊。这样不好吧？我可不想破坏人家的婚姻。再说，他连贵芳的订婚结婚都没有办法回来。不过我是为他想，我看我还是拜托你帮我亲手交给他。难道你真的愿意让贵芬跟彭俊安离开？你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。我跟贵芬之间是有过承诺没有错，但是他跟彭俊安之间的承诺却是白纸黑字。王君倩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。如果你没有出现，也许我跟贵芬就不会再见面。如果你没有出现，这些事情也许都不会发生。这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全力保护着我，保护着贵芬。也许这样对我们来说比较好。算我欺负，对不起。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明天上你的纸伞，可是我现在只是想为你们两个人做些什么。我们何德何能，能让你这么帮忙？我为的不是你们两个人，我为的是一直以来我所相信爱情应有的样子。各位吼，同来讨厌下咧品味啊吼，硬要抢到我装逼哦，英文无少啦吼。用眼无，你石头真无强用诶，互你准备都暗。错啊！我佫同其他人讲过咧，出只结婚哦，二代都唔听啊。啊，你要放青菜了。嘿啊，新喜，你急电小同规房拖出来尔，唔是急啦，反正你来做看好诶，规房这有赔啦。你结婚吼，迄人生吼最重要嘅事情，当然吼爱照规矩来啊，该准备嘅东西吼，全部都要准备好。再讲啊，下电话卡吼，请天气你知影的，绝对种着凊彩。错啦，咱已经选好好结啦，种当然吼，要同消费天赋嘅时间啦，吼。哎呦，去莫讲，做饼的吼，做别人下无。哈，按多哦，我卖色啦。规房啊，戏师本来做本他可能变到去结婚的那种戏戏啊，要奉上奉上啊。哎，是讲哦，看起来就骗金啦骗银吼，来新官度吼，厝咪改好啦。上当然啦，富孙也是用900、99条做同来偷几来呢？哎，实在鬼无加出。你要婚姻假。这样是999元有一多的你嘛哈？咁要好彩用盐锅加成功啊！你问老多人做得起到遐答啊？那感觉也好，那当初不如买提用的，我来做啲结婚啊麻烦哦，我来出门一个。贵芳啊，你念做咪讲法唔算法呢，要注重做底的呢。心意，唔使紧张啦。迄贵房的高薪哦，就按来当好领，以后唔就有关系的啦。来做都关的啦。贵房，咋了不？可是为什么喜事要送伞啊？难道不怕他们散掉吗？冇关系啦，拄好啦，来今日哦，都是动摇啦。受过药的通天的，那哪里懂啊？比胎自杂死，快别走嘛！真的是你妈拿给你的吗？
我看这是你跟郭德平藕断丝连的证据，对不对？